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敏华。敏华，你这个哈港威，我接下来要到屏东的湾满去走一走，有没有推荐的客家美食呢？湾满就是万峦，到万峦一定不能忘的就是要吃竹荞喽。竹荞非常美味，香香 QQ， 千万不要错过。对耶，你没讲我都差点忘记了，这湾满的竹荞啊，真的是远近驰名啊！你看看那大街上面啊，每一间餐厅啊都挤满了满满的宁汉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猪脚有多好吃了。宁汉就是客人了，因为他们的竹荞啊卤的香香 QQ， 皮非常的 Q 弹哦，而且又很入味，所以呢很多的宁汉呢就不想错过。因此可以看到，它每一个餐厅呢都是挤得满满的。真的不仅仅是餐厅里面人潮满满啊，连外带宅配排队都排到天边去了。所以今天要赶紧教给大家的一整句话就是“万峦猪脚全国出名”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“湾满竹荞全国出名”，湾满竹荞全国出名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呢，就带大家一块来品尝这远近驰名的万峦猪脚。哇，这竹荞好香哦！湾满最有名的就是竹荞，我们赶快去找一间来吃。喂，小姐要买竹卡没？你要买一只竹荞。开机要飞机，开机哦。还好你差不多，赶快找位置坐。不然塞都塞不进来。真的。湾满竹荞來嘅，嗰好食哦。安姐姐，謝謝。竹荞真的好香，皮好 Q 哦。难怪这个湾满竹荞啊，宁好，真的人好多哦。对啊，宁好络绎不绝。这个万峦猪脚真的是不简单哎，好险你有带回来给大家吃，不然我看大家今天都没有心情录影哦。是不是真的很美味啊？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万峦了，万峦叫做湾满。湾满啊，就是万峦的意思。的确呢，万峦的猪脚远近驰名，这猪脚就叫做竹荞，竹荞就是猪脚了。而且可以看到哦，这猪脚店生意都很好，很多客人就是宁哈。宁哈就是客人没有错，所以今天要帮大家最后要复习的这一整句话就是万峦猪脚全国出名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湾满竹荞全国出名，湾满竹荞全国出名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就带大家好好品尝一下这远近驰名的猪脚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